大家好，安尼咱今日就开始台语文社第1摆的活动。若是有听袂清楚，就爱甲我讲，因为我头前有开麦克，若是听袂清楚，就甲我讲，我会放搁较大声。今日的主题就是咧讲台语甲台文的历史。下边有签到表，请大家来签到一下。伫咱的群组内底嘛有连结，大家用点起嚟去签到。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互人推选做台语文社的社长。其实我是台北人其他伫遮做啥，大家应该拢知影。但是为虾米我会当做台语社的社长？这毋是黑白选出来，其实我有去考过教育部台语的检定，有摕到中高级。我其实毋是本地台语就足够的，其实我细汉的时阵无啥咧讲台语。为虾米即马会当伫遮上课呢？4、5年前开始，迄阵结婚要有一个囝。迄阵我就咧想讲我迄阵的台语实在是讲甲足无练转的。我听可能差不多8成的台语我听有，但是若要叫我讲的，就是讲话调调甲别人讲的时阵别人都讲你伊可能无啥听有就感觉你讲国语就好因拢安尼讲，我就感觉淡薄伤心。毋过因为细汉时迄阵嘛较无遐尼大的能力，叫我就一定爱甲台语讲甲偌好，其实毋是讲台语，你讲华语，你讲中国语嘛拢听有。所以就一直无下即个决心去甲台语讲倒转来。等到是要生囝进前我就咧想讲，我迄阵我台语已经讲甲无啥练转若是我的囝出来我无对伊讲台语，伊连听的机会嘛拢无，所以就伫迄个时阵开始。我想讲，安尼我若是要甲伊讲台语，我就一定爱家己的台语嘛，至少爱有一个程度才会使所以有一阵我就看到啥物，我拢想要知影伊的台语到底是要安怎讲。就看到看卖查字典问别人，看讲到底这台语应该叫啥物。我原本感觉讲我应该台语是讲无遐尼练转，但是我应该大部分的台语拢会晓。但是真正开始认真咧讲的时阵，我才发现其实我的台语真正是足无练转的。我啥物基本上真济生活中看会到物件，我拢毋知影迄要安怎讲。比如讲看到梳子、刮胡刀还是讲生活中食的物件，迄阵我拢毋知影这要安怎讲，拢是后来才查出来的。就伫查的过程当中我才知影讲，其实台语嘛有一个已经做甲真好的书写系统，会当写字、读册、查字典。其实这就是一个足好的工具，因为你要学一种语言，你要互你这个语言更较进步，你要读册、读人写的文章，你就爱有一个会当书写的物件。你要查字典的时阵，你就爱有一寡符号，这符号是会当标音的、表达声音的。因为你写汉字，其实你毋知影这个字要安怎念。所以你总是要有一种符号，就像咱咧学华语的时阵，小学1年就开始咧学波波么。波波么就是一种标声音的物件。你要有这种物件，你才有法度查字典。开始我嘛无超工去学这种物件，但是咧查字典的时阵，我就会放声音出来听，这个字要安怎讲。咧听的时阵，这字典内底就有写伊的拼音。豆豆看，我就甲这拼音学会晓学会晓以后，其实你别人无甲你解说，伊咧讲一句话，你听无其中的一两个字的时阵，你咪会当用这声音去查字典，你就查会到，知影伊的意思是啥物。所以就讲你感觉惊歹势，无去问迄个人讲你讲的到底是啥物，你咪会当用这声音去甲伊讲的字查出来。愈查就感觉愈趣味。即马我伫厝里就是毋若甲我的父母、阿公阿嬷完全拢讲台语，甲我的2个囝嘛是100%完全拢讲台语。我甲后一个囝就是伫病院生出来抱转去厝的时阵，我就甲我的爸爸妈妈讲，自即马开始，咱拢爱讲台语，而且恁嘛爱甲我的囝完全拢讲台语。因即马就台语
真好啊，一个3岁半，一个1岁半，台语拢无问题。细汉的听嘛无问题，讲嘛开始伊第一句话嘛是拢讲台语，我嘛感觉真欢喜。啊，大汉的真侪人拢会讲啊，因去学校啊，若是袂晓讲国语，要安怎？我感觉其实这毋是一个问题，因去学校家己就会适应。啊，3岁外迄个3岁拄3岁时阵就去幼稚园啊，其实伊适应嘛无问题，甲别个囝仔拢共款。所以其实这是毋免烦恼的代志。等到你细汉的时阵，若是无讲台语，大汉要甲台语学倒转来，这是足歹学的代志，因为台语的规则比华语佫加足济，所以佫较歹学，而且你就无即个环境啊。因为你伫学校你接触的大部分拢毋是台语，所以要有即个自然的环境，当然伫厝里是上有效果的。啊，其实为虾米咱爱遮尔拍拼，佫来讲台语呢？大家当看倒边的即个表，这是2020年的时阵，台湾国年龄层使用语言的比例。啊，看即个表啊，你就感觉足切心的。为虾米？伫65岁以上啊，虽然咱即马有逐摆有人讲啊，台语要无去啊，足侪人就会讲敢有啊？你即马伫街仔路顶啊，会听到足侪人咧讲台语啊，哪有要无去啊？真侪人会晓讲啊，但是你真正去看。咧讲的人拢是年岁较大的人，你看65岁以上讲台语的人比例也是足悬的，有65%。但是年龄层愈细汉愈少年，像讲6岁到14岁，真正台语是母语的比例已经无到10%。啊，这是2020，咱若是过10年，可能迄25岁以上就佫较老啊，有人其实就无去啊。啊。安尼讲台语的人就愈来愈少，啊，若是有一天，囡仔拢无人咧讲台语，即个语言就是绝对会灭绝，因为过来就无人咧讲啊。所以即马台语到底伊的危险程度是到啥物程度呢？咱看正面的表，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讲语言世代传承，若是愈少人讲，而且是愈少囡仔讲，即个语言就愈危险。即马台语应该是第2到第3个中，就是严重危险到明确危险的中，因为足侪人是父母也会晓用，但是无甲囡仔讲，啊嘛真侪所在是敢若阿公阿嬷会晓讲，父母拢袂晓讲啊。啊，台语也算好诶，客语、原住民语就佫较凄惨。啊，有诶原住民语基本上会当算灭绝啦，拢无人使用啊。所以一个语言要传承，上重要就是爱用，爱伫生活中去用。啊，佫一个就是爱甲囡仔讲，因为囡仔会讲，即个语言才有法度继续后一代佫使用。啊，最近啊就看到一篇新闻啦，这新闻就是讲中国迄边啦。内蒙古，因为内蒙古是一个较特殊的区域嘛，这个区域大部分拢是蒙古人，啊，所以因原本的教育就是用因的母语做教育，就是用伊的蒙古语做教育。内蒙古甲外蒙古是家己一个国家，所以因当然是用蒙古语去做教学的。内蒙古虽然本来毋是，毋过因是一个自治区。因即区内底嘛是用蒙古语做因主要的语言、生活语言、教育的语言。啊，最近发生啥物代志？就是中国就甲内蒙古禁止因用母语教育，甲一礼拜7节课变做剩1节尔用蒙古语的。啊，其他的这6节是要用啥物语？就是用中国共同的普通语去教育。啊，其实你看这条新闻啊，这条新闻就甲台湾同款啊，台湾即马原本伫2次大战以后啊，台湾应该有7成的人是讲台语的，1-2成的人是讲客语的，啊，佫有少数是讲原住民语的。啊，后来咧，即马大部分的课拢是用即马大家所讲的国语，就是北京语、中国语来教课。啊，母语课即马有几节？1节啦，原本也是无，所以中华民国领先。即摆中华人民共和国，伫80当进前就开始禁止母语教育啊。即摆虽然有豆豆啊进步，啊毋过进步速度也是足慢的。即摆伫小学一礼拜也是干那一节课是用母语咧
教的，而且是敢若教母语。其实这种教母语的效果毋是足有效的，因为你应该是爱用这种语言去生活，伫生活当中你看到啥物，就用你的母语去讲。伫学校上课的时阵，你毋是教这种语言，就像咱台湾教英语教偌久啊，一礼拜英语有小学可能就有三四节课。大家英语敢有讲甲足敖，敢有哪像母语共款？无可能，是因为咱无用英语去生活。但是理论上，咱应该用母语做教学，像讲若是啥物自然课啊、社会课啊，这就是你教物件的时阵，你爱用台语去教，安尼较有效果。啊，虽然即马学校也无安尼做，但是咱的处理应该安尼教囡仔讲话，就是教伊讲即个物件台语安怎讲，是讲爱用台语去教伊生活的物件。啊是安怎吼？有人就讲啊，台语会晓讲就好啊，这写伤复杂啊，我无想要学。当然你要学无，这是家己会当决定的代志。但是我会甲你讲，是安怎应该爱学台文。咱就看新闻啊，定定会出现，像讲小等一下，啊有人就是用华语的音去黑白斗啊，你就看倒边即排拢是你伫新闻中会当看到啥物小等一下啊，小等一下。啊，这一大堆，到底这一种是对的？当然无一种是对的啦。所以一个语言爱是一个正式的语言，一定是爱有一种统一的规定，大家有共款的写法，安尼才会看有。啊，所以正平这是标准用字，小等一下，伫公司台语台的面册这甲伊 copy 落来。好，啊，台语到底是啥物？台语就是一种台湾通行的语言，其实伊有足侪名。大家讲台语、台湾话、河洛话，嘛会当讲咱人话。啊，其实个祖先，因为台湾是一个移民的所在，祖先大部分是为漳州甲泉州过来，所以其实台语就是揽着漳州甲泉州的话变做即摆的台语。但是即摆的台语甲泉州话甲漳州话拢无共款啦，因为这是揽过100年、200年以后，变做一种新的腔，变做一种新的语，就是台语。你即摆对漳州甲泉州的人讲台语，伊就感觉你讲甲足奇怪，可能伊小可听有，但是是无共款的。啊，佫有一寡像讲金门话啊、东南亚福建话啊、厦门话啊，这你对因讲台语，因应该是算听有，但是腔会无共款。啊，其实伫全台湾内底啊，虽然讲台语是一种语，但是也是有差别。这个差别就是你的祖先是倒位来的，较我泉州的，较我漳州的，这个腔就无啥共款。所以咱常常听鹿港腔、海口腔，可能大家感觉这甲普通腔较无共款，会有一种，伊会讲伊有一种腔，其实伊嘛感觉你有一种腔，就是无共所在的腔。啊，像鹿港就是较泉州腔的所在，所以你即马因为大家讲的普通腔拢是较难做伙啊，所以你去听较顺的鹿港腔，颠倒你会较听无，还是讲较顺的漳州腔，就是宜兰腔，你嘛感觉小可怪怪，有的词我敢若袂安尼讲，有的字的声音甲我讲的无共款。啊，像讲伫云林遮是啥物腔？云林较是内埔腔，内埔腔就是为台中、彰化、云林会较挖山的所在。但是较我海的所在，就是较是海口腔。虎尾比虎尾较西边，就是较海口腔。啊，就是为新竹到嘉义，较我海的所在，迄边拢是海口腔。啊，佫有完全揽做伙啊，就是有的泉腔，有的漳腔，两种拢有的。像讲高雄、台南迄边到屏东，迄是高雄腔。啊，为嘉义、台南、高雄迄边拢是安尼，台东嘛是。啊，台北腔就是较我泉州腔，所以有的字讲起来会小可无共款。有人会问种问题啦，讲台语敢有文字啊？台语这文字敢是最近才创出来啊？敢是安尼？其实台语文字的历史啊，足久啊，这有几啊百年以上的历史啊。以前当然是会晓汉字，以前捌字的人足少的，不管你是讲台语的，你是讲啥物其他字，拢无啥人捌字，因为伊生活中嘛无需要写字，拢是做事人。啊，捌字的人啊，伊就开始用汉字去写台语，这较济是出现伫以前，像讲唱歌、歌戏、报地戏、歌本、剧本内底，也是讲
真正较敖的人啊，有法度送囡仔去读册。迄阵读册嘛，毋是即种正式的学校，伊是去就是书学堂、书学啊，去学写字。迄阵写字当然是写汉字，啊，因得用一寡汉字去斗台语。当然这就是外音少字，有的音较外的，就用即个字去写台语，但是有一个较可惜的所在就是无统一，因为有的人可能安尼写，有的人写别款的。迄阵无一个官方的机构去管理，讲台语的文字到底要安怎写较好。啊，后来啊，伫1810年的时阵，英国的传教士到东南亚即个所在，其实拄开始是去马拉卡是伫马来西亚的一个所在，啊，迄个所在嘛是讲福建话，其实甲即摆的台语有小可无共款，但是会通，啊是共一个系统的。因伫迄边要传教的时阵啊，因总是爱讲当地的话。迄边的人才听有啊，你若是英国的人来讲英语，伊就无想要插你，毋知影你咧讲啥。啊，因要学当地语言，因就是爱有一种标音的文字，所以迄阵因就有拉丁字母，嘛会当讲罗马字母去做一个写音的系统，啊，这就叫做白话字，嘛叫做教会罗马字。啊，这个字其实对毋捌字的人来讲啊，你学汉字甲学罗马字，其实学罗马字比学汉字更较简单，因为你讲啥，你就会当用写音的符号甲伊写出来。但是你要学汉字，其实汉字就敢若咧画图咧，啊，所以你学汉字的时间较久，所以因就开始伫教会内底用即套，用白话字、用教会罗马字去教足侪人。但是嘛是较可惜，就是即套系统，因为一直毋是官方的系统，所以嘛毋是讲足侪人知影，啊，较侪拢是伫教会内底。啊，伫日本时代啊，台湾有一群人也是知影有即种写台语的系统，因感觉我无想要讲日语，因为我的母语毋是日语，咱应该爱用家己的台湾话来写文章啊，来传播知识，所以因就有用教会罗马字、用白话字写报纸、写册，即阵拢有。啊，当然，迄阵捌字的人本地就足少的，啊嘛毋是官方学校内底咧推塞的，所以捌即种字的人嘛毋是足侪。啊，伫二次大战以后，即摆国民政府就是中国政府来台湾以后啊，因就用甲即摆华语的注音共款是种方音符号来搁发明一寡其他的符号来写台语，这是伫二次大战以后的初期。但是啊，这有一种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因为台语的音比华语搁较侪，所以华语就有36个，应该是36个符号啊。啊，你要用这来写台语，你再搁爱加足侪，可能到40-50个符号，实在伤侪啊。所以这后来啊，要拍电脑，你要拍字的时阵伤歹拍，因为这电脑的拍字盘无法度拍遐尼侪，所以后来就互人等去煞啦，无咧用啊。啊，后来啊，大家就感觉其实甲进前西方的传教士在传宗教的时阵发明迄白话字共款，你用拉丁字母去写去斗台语，其实较方便，因为你得用几个符号、几个拉丁字母斗做伙，用几个罗马字斗做伙，就代表一种音。其实咧拍字的时阵更较好拍，所以后来有无共款的方案。到即马官方咧用的嘛是考试咧考的，即马毋管你是小学、国中、高中，拢有的即种台语课，这内底咧教就是即马教育部伊规定的，叫做教育部推荐的汉字甲台语罗马字，这嘛是甲白话字足像的，这是用拉丁字母、用罗马字母去拍台语。啊，其实这是2006年才开始用的。啊是安怎用罗马字？为虾米无爱用波波猫？第一当然是波波猫，若是你是华语的波波猫，因为台语的音比华语较侪，所以你干那用一般的波波猫，你无法度表达所有台语的声音，所以你一定爱发明一寡其他的符号。但是你搁发明这个符号，你电脑拍袂出来，啊，搁符号伤侪，你要记嘛歹记。但是你电脑用罗马字去
去斗台语的时阵，你就用2个也是3个符号斗做伙，你就会当完全表达所有台语的音嘛。有人就讲，安尼我学这罗马字是不是爱先学英语？当然是唔免，因为这是无共款的语言，是敢若用共款的文字尔。这个文字共一个字母，伊甲英语的规则是无共款，甲英语的音嘛是无共款，所以甲英语一点仔拢无关系。罗马字的历史有偌久啊？正常有讲啊，100几年的时阵，迄阵有伫教会长老教会有发明这台语的罗马字叫做白话字。其实伫日本时代啊，这也未到日本时代，日本时代正常哦，就有人知影讲，台语会当安尼写，伊就开始用这种罗马字来写报纸。因为迄阵捌字的人足少啊，伊学这几啊个符号以后，还是10几个符号，伊就有法度甲规篇的文章，因为伊讲啥，伊就甲这啥物拢拍出来，拢家拍出来。所以就安尼写报纸。因为报纸的目的是啥物？报纸的目的是爱传播知识、甲新闻，甲大家讲，甲大家宣传讲这有啥物，倒位有好康的啊，倒位有发生啥物代志用声音共款声音的，这当然是上好。像讲这段话就是咧讲可惜，恁本国的字真恶，讲恁本国你用汉字去写，其实足少人会看话啊，所以阮有设别面的法度用白话字来印册。过来，伫1917年，这是日本时代啊。日本时代就有人伊就用罗马字来写教科书。像讲这就是写有几啊章啊，讲人的头壳是安怎啊，身躯腹内是安怎啊，手啊、脚啊、筋肉、骨头啊，有啥物心脏啊、肺部啊，伊这拢完全拢用白话字写的。过来蔡培火，这伫历史的教科书内底会看到这个人。伊伫1925年的时阵有写一篇叫做《10项关键》。10项关键就是伊迄阵看到台湾普遍的问题，又提出10篇。这10篇就是讲台湾即马有啥物问题应该要解决，讲即个社会现象。罗马字台语的罗马字，这以后咱会豆豆教大家台语罗马字到底是要安怎学，要安怎用台语来拍字。台语罗马字的结构，其实你虽然看到这敢若也毋是英语，比英语更加复杂，因为伊有足侪符号，但是嘛莫惊到，就是这罗马字的结构，只是甲你写华语的波泡沫是共款的，但是就是写做华语尔。这个结构像讲台语，这2个字就是台语，台语就是有声母、韵母，这 T 爱念做的，就是声母，I I 就是韵母，佫有一个声调，因为台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所以你爱表示伊的声调，像讲这是台，所以就有第一种无这种符号就是台。语后壁这 G 甲英语的歌是无共款哦，伊爱念做歌，I 爱念做伊，所以就是歌伊但是嘛有声调，声调就是语。所以就爱中间迄点就变做一撇，这就是语，就是台语。一个词中爱有一个连字符，甲伊连起来。台语表示这是一个词，这是袂当分开的一个物件。其实伊原理就是安尼尔。台文有几啊种书写的方式，有人这3种拢有人支持嘛，伫无共款的所在，你可能会用无共款的方式去写。你会当专用汉字去写，就咱像即摆中文咧写物件。像讲即句话，对出世到3个月以来幼婴爱用电子度针放尻川的体温。有好处有歹处，好处就是讲对学过汉字的人，伊要读会晓这内底写的物件是较好读。当然嘛甲即摆写中文是无完全共款哦，因为一种语言伊就有伊家己的字，所以你袂当完全用写中文的汉字来写台文，所以拢是用汉字。这就哪像咱看到日本话内底嘛有写汉字，但是你用读中文的方式去读日本话，这是无意义的，因为伊就是咧写日语，但是拢用汉字尔。有人较爱用全罗马字去写，全罗马字这句话是共款的，嘛是讲对出世到3个月以来幼婴爱用电子度针放
磅尻川的体温。啊，传落有啥物好处？好处就是标音，标音就是讲，有当时我看到一个汉字啊，像讲尻川这两个字，你到底要安怎讲？你看汉字的时阵完全唔知影，因为这汉字就是一个图，伊无表示这个字的声音。但是你看罗马字的时阵，我看到这字写声，我就读会出来。这是写全罗马字的好处。另外一种就是汉罗兰，汉字加罗马字连做伙。即马有啥物世界上有啥物文字是安尼写的？就是日语，日文是安尼写的。日文内底啊会写汉字，嘛会写因家己日语的符号。其实伊迄种符号啊，就是标音的，就甲台语的罗马字共款。啊，啥物时阵爱写汉字，啥物时阵爱写罗马字，这是会当家己决定。啊，但是有一般的规则，一般的规则就是讲有诶死的无意义的词，还是讲伊无标准汉字的，伊毋是为这个词毋是有共同汉字的，像讲这种位出世这位，这无啥物意义的，这是连接的这种词，就用罗马字写，还是讲规个就华语的的，啊，各个以来的有影啊，这嘛无啥物意义的词，这就是连接的，这就用罗马字写，还是讲伊本来毋是为汉语来的词，毋是为古早汉语来的词。其实台语的来源啊，有真侪讲法，但是通常大家认同啊，应该一部分是为古早汉语来的，一部分应该是古早迄边闽南地区的原住民的语两种连做伙以后，变做即卖你讲闽南语嘛会使，啊来台湾以后就变做台语。所以有的词其实伊无一定是为汉语来的，甲即马华语的词可能无啥共款。还是讲有的词是为日本语来的，你要安怎写汉字，你无法度写，因为根本就毋是甲中国话无共款。所以像讲尻川，这尻川，你会感觉讲，这写汉字可能嘛无人看有，啊，你就规去写罗马字啊，因为你写汉字嘛无人看有，安尼就是共款的。好，像讲即种，即种好处就是讲减少难字、虚字甲字字倒音。一个字有当时啊，你看汉字的时阵，你毋知影即个字要念啥物音，因为有两个音、三个音，到底要念倒一种，你毋知啊。所以你就规去写罗马字，你写出来人就知影即个字要安怎念啊。后壁当然会讲一寡开始甲大家讲，这罗马字要安怎写，要安怎念。第一步咱会使先为认捌家己的名的台语要安怎念开始，因为即马足侪人号名的时阵嘛无考虑到台语要安怎念。但是咱会当用咱的汉字去查罗马字要安怎写。才有两个所在当查啦，一个就是爱台语内底点起迄个连接，迄个连接内底就你会当输入你的名甲姓，名姓输入以后啊，伊就会写罗马字嘛念互你听。另外一个是教育部的这两个所在拢会使，像讲我的名，若是念做台语就是林雄嘉安尼。最后一部分啊是想要甲大家分享，来当想看卖。第一就是讲台语到底是啥物？即马大家会讲你讲的到底是啥物？就是普通伫学校去教的，这到底是虽然这课程的名称拢会讲这是国语国文，但是真正伊有啥物材料会当做国语，为啥物做国文？为啥物毋是台语做咱的国语，毋是做咱的国文？会当想看卖。其实啊，伫2019年的时阵，国家有通过一条法律，这法律是叫做《国家语言发展法》，就是讲所有伫台湾自然的本土语言，拢是国家语言的一部分，所以理论上台语应该爱是国语的一种，台湾无应该干那一种国语。但是啊，即马伫这教育内底，大家所讲的国语就是华语，嘛当讲中国语。你写中文为啥物毋是讲中国语？中文就是中国的文啊，中国的文就是中国语。以早就是为北京迄边来的北京语。为啥物这种语爱做学校教学的语言？为啥物毋是台语？理论上若是讲台语的族群应该是70%，应该有70%的学校是用台语咧教。客语可能是10%到20%，应该是有客语的学校。原住民地区就爱原住民语的学校。
啊，当然你买当一礼拜有一节课是教共同的语，互大家当互沟通。啊，但是为什么咱台语完全为学校退出？即马敢若剩一堂课，咧讲台语是啥物安尼？啊，但是要安尼教嘛无啥效果。啊，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后来有人会讲台语无应该叫做台语，因为台湾还佫有足侪其他的本土语言，这嘛是一种话经文啦。一个月可能就会来一摆，有人咧讲台语无应该叫做台语啊，安尼客语要安怎？客语嘛爱叫做台语啊。原住民语应该爱佫有一个叫做台语啊。这个就若像是你甲一个人伊的名叫做阿花好啦，你甲伊叫做说，你看起来嘛无哪像是花啊？为什么你叫做阿花？因为这就是伊的名，这个族群甲这个语号名叫做台语，台湾人甲这个足侪台湾人甲这个语号名叫做台语，所以这个语就是台语。这是自然形成，这不是政府规定的。等到是政府规定北京语叫做国语，这才是唔对，因为伊凭啥物叫做国语？啊，你讲客语应该叫做台语，你敢有问过讲客语的人，恁敢有甲这个语言捌号做台语过？无，从来拢唔捌，因拢一直甲这个语叫做客语，因拢一直甲因的族群号做客人，因无甲因家己的语言叫做台语，原住民语嘛无，真倒是伫足侪原住民族群的语内底啊，因会甲讲台语的人叫做台湾，伊的意思就是讲，你讲这个语的人就叫做台湾人。啊，嘛当想看卖台湾是啥物？台湾伫古早以前，其实这个岛嘛无叫做台湾啊。啊，台湾到底是啥物？台湾是为倒位来？台湾代表啥物？其实台湾以前应该是讲台南这个所在。你看咱历史课本内底啊，有写讲台南以前叫做啥物？叫做虽然即摆是用华语咧教，讲叫做大园。啊，大园台语要安怎讲？台湾嘛。所以其实以前讲台湾就是讲台南这个所在。啊，其实讲台湾人以前就是讲台语的人。啊，但是当然后来这规个所在拢变做台湾啦。但是你袂当因为安尼就讲你的语袂当叫做台语，这就唔对啊。因为是先有台语这个名的，啊，而且这个族群甲这个语叫做台语，伊就是台语。啊，台语这个词是啥物时阵有的？伫清朝迄阵应该是无，因为清朝迄个时阵大家伫咧移民的时阵，伊甲伊原本的所在的语带过来台湾，可能伊会讲我是泉州人，我是漳州人。我是潮州人，我是倒位的人，但是伊袂讲我讲的是台语，因为伊的认同也伫咧伊的长山迄个所在。啊，但是后来是伫日本时代，日本人来啊，伊会讲我是日本人，恁遮的是啥物人？台湾人，所以伊就开始甲即个所在的上大族群的语言叫做台语，所以迄阵来讲台湾语其实就是即摆咱讲的台语，所以这是自然形成的。搁来台语甲台文有啥物差别？虽然大家一般咧讲话时阵，常常无甲语甲文分好清楚，但是语就是讲话讲的语，文就是写出来的文字。所以其实讲实在，你讲我讲中文这句话是唔对的，因为应该讲我讲中语，唔是我讲中文。文是用写的，语是用讲的。台语甲台文有啥物差别？台语大家拢会晓讲台语，加减啦，但是无一定会晓写台文，因为文语是有人甲你讲话的时阵，你就会晓讲。像我3岁囡仔，台语讲甲真认同啊，无啥物问题啊。但是伊敢是一个捌字的人？毋是啊，伊是青面牛啊，对啊。青面牛无啥物见效，因为无学过。但是伊若是去学校，还是有人甲伊教，伊会晓写台文，伊就是捌字的人啊。有人就讲，台语本地是无文字的，拢是恁黑白用。啥物英语啊，用啥物汉字去导拢黑白写，台语就是无文字啊。这条啥物语言本地是有文字的？无啥物语言本地是有文字的，啥物语言本地拢是无文字的，因为一定是先有这种语，你才会发明一种符号来写这种语。你讲欧洲遮尔侪语，因拢是用啥物字去写的？因拢是用罗马字去写的啊。你敢会讲
啊，恁这字拢是乌白道，你写的毋是法文，你写的毋是意大利文，恁写的这拢是用罗马文，因为这是罗马字母啊，啊，恁写的拢应该叫做罗马文，无应该讲这是法文，这是意大利文，这就无道理嘛。毋管你是照啥物国的，倒一国发明的文字，倒一个所在发明的文字去写的，就讲日语嘛有写汉字啊，伊敢是中文？毋是啊，因为因就是用汉字去写日语，但是伊写的就是日语。越南以前嘛捌用过汉字去写越南文，当然因嘛有发明一寡因家己的汉字，啊，但是因嘛是写越南文啊。啊，因后来是法国去统治越南的时阵，伊就感觉写汉字伤学啊，就是这吼，就是足侪人爱学足久的，所以因就用拉丁字母去写越南文。啊，但是因安尼写出来嘛，叫做越南文啊，对啊，所以唔管你用啥物文字去写，你去写倒一种语，就是倒一种文。啊，啥物语本来拢是无文字的，那你写出来就是有文字啊。好，啊，汉字甲中文字有啥物差别？汉字就是讲这种字就是汉字，你用汉字去写中文，当然就是中文字。但是你若是用汉字去写台文，迄就是台文字；用汉字去写日文，就是日文字。对。啊，所以毋是用汉字去写台文，有人就会开始吵讲啊，你这用汉字去写台文，你嘛是咧写中文啊？毋是安尼，因为你用汉字去写台文，迄就是台文。啊，罗马字甲英文字有啥物差别？罗马字就是这种复合的叫做罗马字嘛，你嘛会当改叫做拉丁字母。啊，拉丁字母会当写英文，会当写法文，会当写意大利文，写德文，这拢是拉丁字母。越南文嘛是用拉丁字母，用罗马字去写的。啊，当然嘛会当写台文啊，是安怎袂使？这就是加一种语用罗马字去写尔。啊，啥物叫做方言？以前有足侪人都就是有一段时间啦，政府就咧禁止方言，讲你袂当讲方言哦，方言互人罚钱，国语政策。台语敢是中语的方言？以前有一段时间，当然政府会讲是啦，你毋管你台语、客语，甚至讲原住民语嘛是中国语的方言。先讲原住民语，当然这是完全无道理，因为原住民语的系统甲汉语完全无任何关系，所以绝对毋是。另外，到底啥物叫做方言？方言有两种定义，一种定义是语言学的定义，就是讲若是这两种语你无经过学习，这两种语是会通的，这两种语言互相会当做对方的方言。当然，这无讲啥人大啥人小哦，毋是啥人是主要的，啥人是次要的，就是讲互相叫做方言。像啥物？像讲马来西亚的马来语，甲印尼的印尼语，两种语理论上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两种语互相是方言。但是你去问马来西亚的人讲，你的马来语你是印尼的方言，伊应该会足生气的，讲那是我是家己一种语言，那是别人的方言。啊，你去甲印尼人讲，伊嘛安尼甲你讲。好，当然这是互相是对方的方言，语言学的定义啦，无讲啥人较大。好，但是啊，为什么因会讲我互相都毋是啊？我是家己的一种语，这甲政治有关系啊。其实你讲语言莫甲政治人做伙，哪有可能？语言就是政治。你若是感觉你是独立的国家，你就是一种语言。你若是讲北欧啊，北欧像讲挪威、丹麦啊、瑞典。芬兰，这4、5个国家，因的语，你讲其实互相拢会通啦。你毋管讲倒一国的语言啊，你去甲另外一国的人讲，伊嘛听有啊。其实，那为语言学这个角度讲起来，因拢是互相是方言。但是因一个国家就讲我讲的是丹麦语，我讲的是瑞典语，我讲的是芬兰语，因敢会讲我是别人的方言？袂啊，因为伊是独立的国家。所以你若支持台湾是独立的国家，台语就毋是中国语的方言。简单讲就是安尼。啊，其实就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台语嘛毋是啦。你一个讲中语的人，甲一个讲台语的人，互相讲话敢会通？伊无学过，绝对是听无的。毋是即摆才听无，以前清朝时代，就有一个人来台湾，伊就讲遮个人讲话我拢听无。像什物
姓陈的陈甲陈敢有共款？完全无共款，伊讲我拢听无。好，搁一个就是文言文，嘛叫做汉文啦，这敢是中文？这真趣味，虽然咱伫咧学校学的时阵啊，拢会用即马现代的中文，还是讲华语去读文言文。以前的人敢真正是安尼讲话？绝对毋是啊！几百年前以前的人讲的，甲即马人讲的敢会共款？绝对是无共款的。因以前绝对毋是安尼讲话，颠倒你可能用台语去读，甲以前的人讲话较像，但是绝对嘛是无共款的。所以其实以前的文言文啊、汉文啊，这是一种书面的文字，这毋是用来讲的，这是用来写的。这就甲即马的公文差不多。伊写的其实这毋是一般人生活中咧讲的语言，但是这种文字啊，伫几啊百年前，毋那伫中国、伫台湾、伫越南、伫韩国、伫日本，拢有人写哦。啊，因要读的时阵，一个日本人伊敢会用迄阵中国的话去读袂？伊用字句去读，但是伊看这种字，伊读会出来。共款，咱用台文、用台语、用客语。你嘛会当甲以前的文言文甲汉文读出来，即马是安怎？咱较无法度，因为学校无教你即种文，你要安怎读？为虾米即马咱用华语有法度甲伊读出来？因为学校有教，若是共款用台文教，用台语教，你嘛有法度甲文言文读出来，这是共款的。以前人绝对毋是用即种方法去读的。有人讲台语敢是以前汉调啊、唐调啊、宋调的话，绝对毋是啦。迄阵的话就是迄阵的话，语言是一直咧变化的，而且台语一直拢毋是古早的官方语言，所以以前人绝对毋是安尼讲的，莫相信。若是有人讲这就是唐调的话，你莫相信伊就是变仙啦。好，嘛有人讲啊，阮虾米人，阮阿公、阮阿嬷、阮阿祖，一世人咧讲台语，嘛毋捌恁写的字，恁拢学白写啦。这第一是伊就是毋捌字啊，伊若捌字，伊捌的就是中文字，伊毋是捌台文字，无教过，无学过，当然伊是袂晓的。但是伊一世人讲台语无毋对啊，伊台语讲甲足好的、足牛的、足正讲的。但是伊就是会晓讲台语，但是伊袂晓写台文。但是这无代表咱是咧学白写，因为学校无教，这嘛毋是伊的毋对。但是真正就是毋捌台文。第二就是有的文字的系统是后来才通行，后来才有政府咧规定的，像讲韩国。你讲韩国这种文字的历史啊，到底有偌久？其实嘛无偌久哦。发明虽然是足久啊，但是伊若是伫二次大战以前啊，因写的字大部分是汉字哦。后来才豆豆啊愈斗愈侪，即马韩国的迄种颜文。99%以上拢是写这种颜文啊，但是你去看，拄二次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因韩国的报纸，因还佫有斗较侪汉字，有的就像即马有的是用汉字，有的是用颜文，但是即马大部分拢完全写颜文啊，因无想要写汉字啊，除了名以外，名其实平常时嘛是写因的韩国字啦，汉字就少写的。好，最后3条。这个就是到选举的时阵，就有人咧吵，啥物母语啊伫厝里学就好啊，甲是大人学是上好，毋免伫学校教。这当然有部分是正确，这部分就是讲台语理论上应该爱是一种生活的语言，所以你伫厝里嘛是爱讲，你爱讲囡仔才会晓。因为你若是干那伫学校教讲这个物件电脑，台语叫做电脑，这刀啊叫做刀啊，这是完全无效果的啦。这你可能会捌这种语，但是你无法度教这种语叫做母语。但是伫学校是爱教啥物？伫学校理论上这种语嘛爱做一种教学的语言。你毋是去挑工去学这种语，你是爱用这种语去学物件，这种语才会进步。过来就是有人就会讲，大家拢讲中国语嘛无啥物关系啊，因为英国甲美国拢讲英语啊，无共因嘛是无共国家。这甲台湾甲中国拢讲中国语是共款的情形啊，但是这无共款哦。第一个无共款就是讲，人移民去美国的时阵，因就是讲英语，但是人为
人移民来台湾的时阵，敢是即马大部分的人拢讲华语，毋是因为迄阵移民来台湾的时阵，大部分人是讲台语，嘛有人讲客语。台湾本地有人讲原住民语，但是即马即三个语拢会无去啊，全部的人拢讲中国语啊。这毋是自然形成的，这毋是移民过来的，这是因为政府规定，因为政府互讲中国语的人较侪机会，所以才变成即马安尼。这甲英国、美国是无共款的情形，而且英国敢有逐工讲啊，美国是我的一部分，但是美国无甲我统一，我就要甲伊拍，无人安尼讲，所以你为虾米要甲中国共款？最后一个就是国语政策，即马讲毋结束啊，但我的感觉我是感觉还未结束，因为你看即马学校是咧用虾米语，你会知影，即马学校全部拢是用中国语，无较少。虽然即马台语课有豆豆增加，去年开始通过，应该是顶学期开始，到国中一礼拜爱有一堂的母语课，本土语言课，啊高中是选修啦。对，但是这也足无够诶，因为你这一堂课比一个外国语、比英语诶时数搁较少足济，你是要哪有可能为学校就学会晓这种语？啊，今仔日就差不多讲到这，其时间嘛1点嘛差不多，啊大家有啥物问题无？那无今仔就讲到这啊。事后讲了以后啊，有啥物想要讨论的，嘛大家嘛会使伫迄咱的群组内底，留话甲我讲，今仔就多谢大家。